各位好，我哋將重點放喺 ChatGPT 喺商業分析同埋簡報方面嘅應用。好多時做生意或者企劃，我哋要處理大量資訊同分析，但而家有咗 ChatGPT 呢個智能幫手，唔單止寫嘢咁簡單，仲可以幫我哋做企業嘅策略分析、整理市場資訊，甚至協助準備簡報。對中小企業老闆同職場朋友嚟講，善用呢個 AI 可以大大減輕團隊負擔，節省時間去做決策。同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用 ChatGPT 提升你嘅商業分析效率。首先介紹一下 SWOT 分析：強項、弱項、機會、威脅。呢4個範疇係企業策略常用嘅分析框架。而家如果我哋有咗 ChatGPT 做 SWOT， 可以點樣方便啲呢？你只需要將你公司嘅背景同目前情況敘述俾 AI 聽，然後要求 ChatGPT 幫你列出公司嘅 SWOT 要點。短短幾秒，螢光幕上就會見到佢幫你歸納出公司嘅強項 strengths 可能有啲乜嘢，弱項 weakness 有啲咩需要注意，仲有市場上嘅機會 opportunities 同可能面對嘅威脅。呢啲初步分析可以做你開會討論嘅基礎，俾管理層參考，再進一步補充。雖然 AI 未必完全了解你嘅業務細節，但佢提供嘅框架可以幫你節省努力。之後你可以按實際情況去增散調整，事半功倍咁完成 SWOT 分析。接住嚟介紹下 ChatGPT 點樣幫我哋從長長嘅報告或者數據裏面攞重點。諗下每次睇厚厚嘅報告書，其實好花時間。而家你可以將其中一大段文字貼俾 ChatGPT， 要佢用幾句總結出重點。同大家舉個例，假設我哋有份財務報告，內容提到公司本季度收入比上年跌咗5%，淨利潤率由9% 降到6%，主因係供應鏈問題同物流成本上升。我哋吩咐 ChatGPT 幫手歸納。佢可能會聊出發生咗乜事，同埋點解會咁。收入同比下跌5%，利潤率下降，原因係供應鏈中斷，加上經濟環境不利，導致成本增加。一兩句就講晒重點，係咪好方便呢？由於 ChatGPT 好擅長語言總結，佢哋可以幫你將繁複嘅數據報告變得易明。但都要提醒翻，尤其係涉及精確數字或者專業結論時， AI 摘要後你都要再檢查下啲數字有冇錯，或者補充人工觀察，確保內容冇偏差。而家好多人做簡報都會頭痛，究竟點樣落手落腳？其實 ChatGPT 都可以成為你嘅簡報顧問。當你知道簡報嘅主題，或者手頭上有啲重點想講，你可以將呢啲要點話俾 ChatGPT 知，請佢建議一個簡報大綱，甚至每頁應該寫啲乜嘢。比如話你要做一份新產品提案嘅簡報，你同 AI 講咗產品背景同賣點， ChatGPT 就可以建議第一頁介紹背景問題，第二頁提出解決方案，第3頁講產品優勢，第4頁展示市場數據，第5頁結論與下一步行動。咁嘅框架俾你，甚至每頁可以包含啲咩重點，佢都會列出初稿。當然啦， AI 唔會完全代替你做人哋公司嘅內容，但係有咗呢個藍本之後，你再按照自己公司實際嘅資料去填充，美化下 PPT 就方便快捷好多。對於經常臨時要交簡報嘅打工仔或者老闆，呢招真係幫到手。最後講幾樣專業上嘅注意事項。第一就係資料保密問題，大家用 ChatGPT 時，千祈唔好將公司好敏感嘅數據直接打入去，例如客戶清單、未公開嘅財務數字等等。始終呢啲資料有外泄嘅風險。我哋可以講概要俾 AI 聽，但係機密嘢就自己處理會比較穩陣。第二， AI 嘅分析同建議係輔助性質，我哋唔能夠完全照單全收。例如 SWOT 分析出嚟嘅點，最後都要由你嘅團隊去確認啱唔啱。AI 建議嘅方案都要結合你自己嘅行業經驗去判斷可唔可行。所以要將 ChatGPT 當作聰明嘅助手，但係最終決定權仲係喺人手上。
最後，鼓勵大家多啲嘗試將 ChatGPT 融入你平時嘅商業流程，好似開會前用下佢整資料，寫報告前用佢攞重點等等。長久落去，你會發現整體工作效率提升咗，而且可以將節省翻嘅時間用喺更有策略價值嘅事情上。希望呢啲商業應用技巧對你有用啦。下次我哋會講下 ChatGPT 點同其他工具整合，打造自動化工作流程，敬請期待。